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優質鋁窗 Jason 啦。今日嚟到黃大仙豪苑啊，42年樓齡，單位嚴重漏水問題同埋所有配件失效，終於的起心肝揾我哋優質鋁窗全屋更換配件同做防漏工程啊！多謝客戶支持我哋。首先，優質師傅會拆晒全屋嘅窗同配件啦，全部升級更換 LK304 不鏽鋼嘅窗架、鎖片、防水隔音膠邊同埋手掣。到最重要防漏工程環節啦，今次單位窗框附近石屎爆晒，非常之嚴重啊！所以我哋今次要大量支上韓國791高密度嘅結構膠，封住所有嘅缺口，再大範圍搽上防漏膜，全方位阻截入水位置，最後上翻晒啲窗。全屋更換配件同做防漏工程就完成啦。如果你有漏水、配件老化、驗窗、整窗、換新窗，即刻聯絡我哋優質鋁窗啦，66619928，港九新界為你服務。